近日無線當家花旦高海寧喺內地佛山街頭俾網民野生捕獲。雖然佢當時戴住帽同眼鏡，只係化咗淡淡嘅妝容，但係極佳嘅狀態同白皙緊緻嘅皮膚依然秒殺全場，甚至吸引到身邊嘅男途人眼定定望到實，露出極度有害羞感嘅姨母笑。不過佢喺大熱天時着住一件厚實嘅牛仔外衣，就引起咗好多網民對於佢穿搭嘅熱烈討論。究竟呢位近年憑住新聞女王人氣爆燈嘅女神，點樣一步一步打破性感花瓶嘅框架？背後又付出咗幾多不為人知嘅辛酸？同埋佢最近喺內地頻頻被捕獲，又掀起咗啲咩風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話說日前有網民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一段短片，話說自己喺佛山嶺南天地行街嘅時候，行下竟然見到高海寧活生生出現喺眼前。呢位網民當時表現得非常興奮，話自己第一次偶遇女明星，真係超級開心。從網民上載嘅無濾鏡生圖同埋影片可以睇到，當時高海寧行喺佛山嶺南天地嘅古舊街巷入面，佢頭上戴住一頂白色嘅鴨絲帽，面上戴住眼鏡，打扮其實相當低調，身邊亦冇大批隨行工作人員包圍，睇落就同普通遊客冇乜分別。不過就算打扮到咁密實，高海寧天生自帶嘅明星光環同埋高挑身形，依然喺人群入面顯得非常矚目。片入面嘅佢雖然只係化咗極之清淡嘅妝容，甚至可以話係接近素顏，但係佢嘅皮膚狀態真係好到令人羨慕，成塊面看起來白皙緊緻，光滑到好似識得發光咁，完全冇一絲疲態。唔少網民睇到呢段片之後都紛紛留言大讚佢真人真係好瘦好靚，甚至有人話真人望落去比電視屏幕上面更加精緻，即使喺路人隨手用電話拍攝嘅魔鬼鏡頭下面，佢嘅顏值依然超級喺線。不過除咗高海寧嘅高顏值之外，當日大家嘅焦點亦都落喺佢一身相當奇特嘅穿搭上面。大家都知道廣東嘅夏天熱到好似個大火爐咁，氣溫隨時高達30幾度，但係片中嘅高海寧竟然着住一件睇落非常厚實嘅深藍色牛仔長袖外衣，下半身就配搭一條長褲。呢個咁暖和嘅造型，同街上騎佢穿着短袖背心嘅途人形成咗好強烈嘅對比，搞到好多網民睇完之後都替佢覺得熱，紛紛喺留言區幫手擔心，問佢究竟熱唔熱。仲有網民講笑話，高海寧可能以為內地嘅室內地方會好似香港嘅商場同地鐵咁，開冷氣開到好似雪房一樣，所以先特登着件厚衫出門防感冒。除咗穿搭惹來熱議之外，影片入面仲捕捉到一個非常搞笑又溫馨嘅畫面。當高海寧斯斯然行過街巷嘅時候，路邊有2名男途人一見到佢，成個人好似被點穴咁，即時停低，雙眼定定望住高海寧，完全移唔開視線。其中一位男途人好興奮咁，即刻攞起電話影相，而另一位男途人就面帶羞澀咁向高海寧揮手打招呼。面對途人嘅熱情，高海寧完全冇擺出高高喺上嘅明星架子，反而非常親民咁向佢哋微笑點頭示意。呢個舉動令到2位男途人受寵若驚，當場忍不住嘴角瘋狂上揚，露出咗一種好似姨母笑一樣嘅害羞笑容，雙眼充滿住驚喜同傾慕。呢個畫面曝光之後，網民都笑言高海寧真係名副其實嘅男士殺手，無論係咩年齡層嘅男士都逃不出佢嘅魅力。其實高海寧最近頻頻喺內地被網民野生捕獲，並唔係冇原因嘅。現年39歲嘅佢，自從2023年喺無線台慶劇《新聞女王》入面飾演許思晴一角之後，人氣可以話係迎來咗第二春。佢喺劇入面憑住收放自如嘅演技，將一個野心勃勃但背後有苦衷嘅女主播演得活靈活現。最後更加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面成功奪得最佳女配角嘅殊榮。呢個獎項唔單止肯定咗佢多年嚟嘅努力，更幫佢成功打入內地市場。工作一浪接一浪，忙到連休息嘅時間都冇。高海寧最近一方面要為佢有份參演嘅新劇《夫妻的博弈》做宣傳，另一方面又要即刻趕去佛山同內地當紅人氣女星白鹿合作，拍攝由亦舒同名懸疑小說改編嘅全新現代劇集《開到荼蘼》。因為行程非常緊密，佢要經常喺中港兩地跑來跑去。其實今次佛山行街被捕獲，
正正就係佢喺拍攝新劇期間嘅休息空檔。不過高海寧在內地被捕獲嘅經歷，亦唔係每一次都咁完美。好似早前佢喺上海一間好有特色嘅打卡咖啡店同朋友食飯，當時亦有網民認出佢，並且好有禮貌咁上前問佢可唔可以影張相。高海寧當時表現得超級大方，二話不說就主動企起身行出店外配合對方拍攝。點知呢位博主放上網之後，卻遭到大批網民留言狂轟。原來呢位博主將美顏濾鏡開到最大，導致相入面嘅高海寧塊面被過度修尖，皮膚磨皮磨到連輪廓都冇埋，原本極具辨識度嘅美貌頓時變成咗毫無特色嘅網紅蛇精臉。網民紛紛心疼高海寧，話博主嘅魔鬼濾鏡直接將一個大美女變成咗普通路人，真係幫高海寧降呢？仲叫呢位博主好好去練下構圖同審美。除咗上海街拍事件，高海寧喺廣州工作嘅時候，亦曾經因為一幕奇景而引起網民討論。當時有網民影到高海寧出席活動前準備落樓，當一部重門打開嘅時候，入面竟然陸陸續續行咗10幾個人出嚟，當中包括大批保安同埋工作人員，而身穿貼身開窿白色長裙嘅高海寧就最後一個行出嚟。當時網民數完之後，發現一部化入面竟然塞咗17個人，紛紛留言驚嘆呢個場面實在太誇張，話明星出門要咁多人跟住，喺入面一定熱到窒息。不過亦有粉絲幫手解釋，話呢啲係主辦單位嘅保安安排。高海寧本人其實平時行街都係非常低調同親民嘅。雖然依家高海寧喺兩岸三地都咁受歡迎，但其實佢嘅演藝之路行得一啲都唔容易。佢喺2008年參加香港小姐競選入行，雖然當時獲得旅遊大使獎，但因為佢擁有非常豐滿嘅魔鬼身材，所以入行初期經常被定型為性感花瓶。每次出鏡都離唔開性感打扮，甚至要承受唔少負面嘅網絡輿論。為咗擺脫呢個性感標籤，高海寧曾經一度選擇豐胸，拒絕所有暴露嘅演出，希望大家可以將焦點放喺佢嘅演技上面。可惜呢個舉動並冇令佢一帆風順，反而令佢陷入咗演藝事業嘅低潮期，甚至因為壓力太大而患上抑鬱症。好喺佢後來慢慢調整心態，明白到身材同演技其實並冇衝突，最緊要係活得自由自在。近年佢不再刻意遮掩自己嘅火辣身材，不時喺社交平台大方分享旅行靚相，展現出自信健康嘅美感，同時亦默默鑽研演技，由金宵大廈反黑路人甲到30而已，每一個角色都睇得出佢嘅進步。直到新聞女王爆紅，佢終於用實力向所有人證明自己絕對唔係一個空有外表嘅花瓶。不過爆紅嘅背後亦伴隨住極大嘅身體代價。高海寧近年嘅工作量可以用瘋狂嚟形容，幾乎係一個劇接一個劇咁拍，完全冇停過。因為長期處於高壓同埋唔夠瞓嘅狀態，佢嘅身體多次拉響警報。佢之前曾經透露自己因為壓力過大，2度出現鬼剃頭嘅情況，頭皮有部分位置成塊甩頭髮。更加令人擔心嘅係喺今年4月份嘅時候，佢喺社交平台貼出咗自己入院嘅相片。當時佢要一邊喺內地參與真人 show《無限超越班》第2季嘅拍攝，另一邊又要趕返香港拍攝無線劇集《武林》，兩邊不停穿梭，令到佢嘅體力徹底透支。日前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載咗一啲工作生活碎片，相入面影住佢因為太攰，要趁住化妝造型嘅時間合埋雙眼，爭取時間補面。更加嚇人嘅係，其中一張相入面，佢手上竟然攞住一樽俗稱救心丹嘅速效救心丸，令到大批粉絲同網民非常憂心，紛紛留言叫佢一定要保重身體。錢係賺唔完嘅，健康先係最重要。不過高海寧顯然是一個非常敬業嘅演員，即使身體幾攰，佢喺鏡頭面前永遠都會展現出最燦爛、最專業嘅笑容，絕對唔會將自己嘅疲態同負面情緒帶俾觀眾。好似之前佢同郭柏妍喺深圳街頭拍攝夫妻的博弈嘅時候，有網民就影到佢哋喺條街度拉扯，當時劇情需要，高海寧要表現得非常憤怒，突然發力將拉扯佢嘅郭柏妍推跌喺地上。當時因為演得太逼真，現場路人仲以為真係發生咗街頭打鬥，甚至有人大聲叫喊。但係一熄機之後，高海寧就即刻面帶微笑咁上前扶起郭柏妍，
詢問對方有冇受傷，盡顯大師姐嘅風範。呢個台前幕後嘅對比，亦令到喺場目擊嘅網民大讚佢，除咗演技精湛，人品更係無可挑剔。高海寧由當初一個飽受爭議、被貼滿性感標籤嘅港姐，行到今日成為中港兩地炙手可熱、兼具實力同票房保證嘅一線女星。呢條路佢足足行咗10幾年，佢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所有人聽，只要肯堅持、肯付出努力，時間終歸會給予你最公正嘅回報。今次佢喺佛山街頭被野生捕獲，雖然只係件生活小事，但路人鏡頭下最真實嘅狀態，以及佢對粉絲市民表現出嚟嘅親切態度，都證明咗呢位女神之所以能夠紅遍兩地，絕對唔單止係因為佢嘅美貌，更重要嘅係佢嗰顆真誠、敬業同埋謙遜嘅心。喺高海寧行過呢段漫長嘅演藝路途入面，由最初因為一副魔鬼身材而被傳媒同觀眾貼上花瓶標籤，到經歷過自我懷疑、豐胸，甚至患上抑鬱症嘅黑暗時期，再到今日可以自信大方咁展現自己嘅美麗，呢種心態上嘅轉變，其實正正反映出佢喺心靈上嘅成長。以前嘅佢可能會好介意人哋點樣睇佢嘅外表，好驚人哋只係專注喺佢嘅身材上面，所以先會行去另一個極端，用好保守嘅方式去保護自己。但係隨住年紀漸長同埋人生閱歷豐富咗，佢終於明白到一個演員嘅價值從來都唔係由人哋把口去定義。只要自己做好每一個角色，用實力去交功課，觀眾自然會睇得到。好似佢喺《新聞女王》入面飾演嘅許思晴，雖然角色本身都有好多性感同埋利用自身優勢嘅情節，但係佢今次冇再刻意避忌，反而用層次分明嘅演技，將角色內心深處嘅脆弱、野心同埋對病重父親嘅孝順演繹得淋漓盡致，令到呢個原本可能好討人厭嘅角色變得立體而有血有肉。呢個亦都係佢今次可以成功打動評審同埋兩地觀眾嘅最大原因。呢種將阻力化為動力嘅堅毅精神，亦都體現喺佢對待工作嘅態度上面。面對爆紅之後排山倒海嘅工作機會，佢雖然身體多次頂唔順，甚至要帶定救心單出門口，但係佢依然選擇咬緊牙關堅持落去，因為佢好清楚知道機會對於一個曾經行過低谷嘅演員嚟講係幾咁難能可貴。佢唔想辜負任何一個導演同埋合作夥伴對佢嘅信任，所以無論係要喺高溫之下着住厚衫行街拍攝，定係要喺極度疲倦嘅狀態下展現笑容，佢都盡力做到最好。呢種專業精神唔單止幫佢贏得行內人嘅尊重，更令到佢喺佛山、廣州、上海等地工作嘅時候，無論遇到咩突發情況，都可以用最得體、最溫柔嘅方式去處理。由當初一個事事小心翼翼、好容易被外界評論打擊嘅女仔，蛻變成今日可以獨當一面，散發出強大自信光芒嘅實力派女星。高海寧用咗10幾年嘅青春去證明自己，佢嘅故事話俾大家知，性感從來都唔係一種罪過，只要底子夠厚、底氣夠足，花瓶一樣可以裝滿清泉，甚至可以喺風雨過後綻放出最耀眼、最迷人嘅光彩。其實高海寧去佛山拍攝《開到荼蘼》呢套劇，對佢成個演藝生涯來講，絕對係另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大家要明白，以前香港演員返內地拍劇，好多時都只係做一啲無足輕重嘅配角，或者係客串性質。但係高海寧今次憑住《新聞女王》累積翻嚟嘅超高人氣，加上奪得最佳女配角嘅實力光環，令到佢喺內地劇組心目中嘅份量已經完全唔同晒。今次佢可以同內地頂流女星白鹿一齊合作演出，而且仲要係改編自亦舒經典小說嘅大製作，足以證明內地影視圈已經將佢視為具有收視、保證同演技實力嘅一線女星。呢一種待遇同肯定，係佢以前做性感花瓶嗰陣完全冇可能想象得到嘅。同時呢個背景亦都解釋咗點解佢今次喺佛山街頭出現會引起咁大嘅轟動，因為佢依家唔單止係香港人熟悉嘅亞社班底，更加係內地觀眾心目中有演技、有顏值、性格又好嘅高拎。由上海咖啡店親民合照，到廣州出席活動引來大批保安保護，再到今次喺佛山普通行街都被人捕獲，呢一連串喺內地唔同城市發生嘅小插曲，其實全部都係環環相扣，反映出佢喺內地嘅人氣已經遍地開花。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高海寧佛山行街被捕獲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